觸覺信息處理能力係分為感覺調節同埋觸覺分析。感覺調節能力係我哋嘅身體將外來嘅刺激調整去適當嘅程度，令我哋作出合適嘅反應。例如能夠接受着住唔同質料嘅衫，或者對家人嘅觸碰產生安全感。如果對觸覺刺激反應過敏，可能冇辦法接受某種嘅質料，或者抗拒同其他人有身體接觸。觸覺分析係將接收到嘅觸覺信息作進一步處理，例如淨係靠手部嘅觸覺去辨認物件，就好似我哋唔需要用眼睛望，都可以伸手入個袋度揾鎖匙出嚟，正正就係用緊觸覺分析嘅能力。呢個能力對於發展執筆姿勢同埋日常嘅自理功能都有好大嘅影響。要訓練頭先提過嘅能力，可以用呢一款教具。玩具嘅骨頭係用唔同質感嘅物料製造，佢有幾種唔同嘅玩法，分別牽涉唔同嘅能力範疇。將3對骨頭放入屋入面，指示學生喺屋入面隨機抽一支骨頭出嚟，攞喺手中。呢個時候，另一隻手伸入去屋，淨係靠觸覺去揾出同一個質料嘅骨頭。重複以上嘅步驟，直至配對晒所有嘅骨頭。可以首先用3對骨頭開始，因應學生嘅能力，增加或者減少骨頭嘅數量。將幾款質料嘅骨頭各放一支喺台面，剩低嘅骨頭放入屋入面，由成人保管。學生首先觸摸台上面嘅骨頭，並記住每一款嘅觸感。成人喺屋入面攞出一支骨頭，唔好俾學生見到骨頭嘅顏色，俾學生伸手感受一下骨頭嘅觸感。學生要憑記憶指出正確嘅骨頭。可以首先使用3對骨頭，因應學生嘅能力，再增加或者減少數量。